8月份有真侪毕业学生会找头路，不过伫个求职面试过程中，其实有真侪陷阱。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就邀请到前职业棒球选手郭宏志做代言人，参与到求职方面，到职业运输宣导影片的演出，要保护少年人的工作梦想。 观众真介意郭宏志、郭宏志即摆做劳工局求职方面宣导的活动大赛，透过宣传影片，同款有头家身份的郭宏志讲，本身作为资方会更加注意求职者的权益。如果你今天要去找工作的话，你可以借由这些资讯，然后保护自己的就业隐私。nice 哦。 郭宏志希望讲透过影片的宣导，帮助少年人伫求职的过程保障家己的权益，嘛提醒少年人。 找头路的时，要真清楚本身到底是做什么头路。我也希望说，在未来在找工作这些年轻朋友们，可以除了保障自己自身本身的权益之外，然后可以清楚地知道你的工作内容，不要你找的工作跟你想要去应征的内容是不一样的。 随着社会发展，工作形态多元化，诈骗的手法嘛愈来愈多。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希望讲，用这款影片来宣导。 希望讲会使维护多出社会人的权益，嘛会使找到适合的头路。